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12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国中央电视台放送出去年失踪的屏东枋寮乡镇顾问李明基回室的影片，陆委会党强烈抗议。下晡国安基金要讨论敢会继续提名护盘，财政部也讲事实第3季国安基金就无搁加买股票。立法院针对明年要开放的美国猪肉举办公听会，在野党的立委一一发言，要求蔡总统都要甲国民回息的。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如果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国民，2个拢是20通会，但按外国倒转来的女性。国内目前病例总人数是529人。咱就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是有新增2例的境外移入的武汉肺炎的病例，那都是本国籍的女性，20多岁女性啊，分别从法国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返国。那案528是今年1月到法国留学，10月4号跟1名友人一同返国啊，入境时候没有症状。10月9号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今天确诊。那目前是住院隔离当中。那有关他需要隔离的对象是，也就是跟他同行返国的这个友人。另外是案529是长期在杜拜跟其他的国家的工作。那9月30号回国休假，入境之后也是没有症状。那今天确诊，那目前也是住院隔离当中。那由于他在发病前2天并没有跟他人接触，所以并没有匡列接触者。来讲，去年屏东县枋寮的乡镇顾问李明基人伫中国失去音信，结果昨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竟然放送出伊甲祖国会师的影片，甚至伊佫讲家己是去互枋寮乡的陈阿林乡长所害，人才会归去中国。但若陈乡长表明这是政治操作，行政院陆委会也强烈抗议，讲中国用假逼咱的人民食罪。我觉得很抱歉啊，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措施啦，然后也对祖国对国家或许有一些伤害，那我觉得暴力是绝对不对的。自2019年8月份为香港去侵船了后，就失去联络的屏东县枋寮乡乡镇顾问李明基，11暗出现伫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内底，一个开喙就是回失的。因为去香港发台湾替香港民主的宣传单，还佫去侵入去武装警察集合的画面，同认为讲是严重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还佫公布枋寮乡长李亚林甲李明基对话的记录，那李明基是讲伊是去互李亚林骗去的。他那时候跟我说，他没有请到假。我当初那时候没有想太多了，后来我才觉得不太对劲，是他早就知道有危险了，尽量把我送过来、骗过来这样子。不应该用这样子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方式，让他去说出他不愿意说的话。他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商人，他从事望远镜的一个生意。那当然很不巧，就是被中共拿来做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政治操作，这是我们很遗憾的事。但阿林呼吁中国要赶紧把李明基放出来，还佫质疑讲台湾双十国庆的过灯天放送李明基的影片为政治的目的。那陆委会嘛表达强烈的抗议。这是对岸恶意政治炒作，诬陷我方人员从事间谍行为，其动机令人不齿。陆委会要正告中共当局，停止以构陷、编造入罪的方式无端栽赃我方人民。陆委会嘛呼吁中国要赶紧停止无符合正当司法程序的做法。副总统赖清德嘛讲，政府会协助李明基出来的人，任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中国玩压人在先、强迫告白在后的戏码。政府会来协助他的家人，提供给李孟居本人必要的协助。实情我不太了解，但是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事情，我们都会关切。前总统马英九以关心侵犯人权的问题来做回应。那内政部长徐国勇是强调讲，台湾的自由民主是真珍贵，为中国军机真接受台湾，还佫有放送李明基回失的影片。中国一直有动作，嘛，互两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
9月的时阵，咱有报讲非洲的新国家索马利兰共和国和咱互相对设代表处。双十节迄日，蔡英文总统也含因派驻台湾的代表穆罕默会面。早起蔡总统搁再一摆接见代表本人，批评两国伫咧家己国土的四边，拢有真重要战略的地位。嘛望讲两边搁来会当多方面密切合作。就如同穆的代表先前有提到，非洲之角一词，就显示索马利兰的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台湾在印太地区也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我相信透过两国的密切的合作，我们彼此的优势可以更加发挥，也能够有更多元的发展。穆罕默代表也表示，相信两国会继续在各方面继续合作发展。尤其索马利兰的总统真注重，就是要尽量加强两边贸易的往来甲投资的进展。所以伊也真欢迎咱台湾的大型企业会当安排过去英国来投资开创事业。咱过来讲，行政院直接管理，主要是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投入股票市场，通维持金融稳定的国安基金，随要阁召开委员会。早起，财政部苏建宁部长伫立法院也表明讲，国外传染症咧均价，若国内对正月到单出口贸易是拢也有成长，这个原因委员会拢会综合考虑，才决定国安基金刚好要暂时退出股市了。顶礼拜五，美股四大指数收红盘，其中道琼指数是起161点，带动台北股市拜一的补起行情。开盘1分钟，指数就起要100点，敢若差3点就来到13000的行情，目前起的幅度有较收，指数维持伫咧12940点左右。这个礼拜公布9月份的营收，那第二个的话，苹果新机的发表，因为是5G 的手机，会形成一个比较强劲的换机潮。那第三个的话，礼拜是台积电的法说，大家还是给予比较高度的一个乐观的预期啊，这个都造就今天整个盘势之所以来挑战13000点历史高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虽然目前台股继续徛伫咧万字大关，不过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就伫要到啊，佮加上两岸的关系真紧张，国际疫情嘛无转好，国安基金敢是要继续护盘嘛，引起各界关心。早起，财政部长苏建荣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国安基金敢是要退场，会伫咧下晡国安基金委员会第3季的例会当中来做决议。国内的经济情况，我们疫情控制得相当的稳定哈，那经济情况也不错，特别是我们1到9月的出口是正成长，但是国际疫情的关系哈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是后续值得关注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委员会所有委员也会讨论到这一块。国安基金委员会是伫咧3月19开会通过授权国安基金会当入场护盘。根据国安基金第2季的财报，今年入场了后，总共投入去7亿5719万入去股市。不过对台股重新登来到万点了后，国安基金自从第2季开始，就无搁入场买股。苏建荣强调讲，过去国安基金入场护盘大部分的绩效拢袂歹，过去6届干那1届是了钱，各界意见拢会来入去参考，嘛会尊重委员会会议上尾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2014年3月24迄日，日头花学生运动伫咧行政院现场发生警察为着要赶开抗议的民众出手共拍掉伤的案件。尾手，这个抗议的人士也对法院提起自诉，官司派来到今年9月，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当时的马英九前总统、甲行政院长江宜樺这个人无罪，但自诉人也决定无要搁再上诉。相信马英九的终点站绝对会是历史博物馆，因为它是反民主跟台湾自由的最佳教材。那控告马江这一项行动，是我们这一群在台湾的自由人的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举动。那我有相信这个民主自由的可贵，我们才可能继续的守护台湾社会。那我要感谢所有的律师长久以来的奋战。早起，自诉人伫咧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甲义务律师团的陪伴下，表明讲无要搁再上诉。不过这毋是甘愿，是对司法已经彻底绝望。这条案1审另外判决当时警政署的王督军署长和中正1分局的彭永玲局长无罪。目前王督军已经退休，彭永玲是升官，当咧担任警政署的主任秘书。
关心交通来讲，虽然基隆市的轻便电车已经有初步的规划，不过敢会轻便驶落去线换代替，无要对基隆去，地方也议论纷纷。总是交通部林佳龙部长表示，明仔载台北、新北和基隆针对这项新的交通建设要互相搭合，头一摆的会议就要召开。轻便也和北关区串联，敢会当提升起来变做捷运？会中拢会详细讨论。基隆轻轨伫进行规划的综合规划计划报告初版已经出来，内面有代替无入去基隆市区的版本引起争议，因为牵涉到800基交通网络的规划。交通部讲，由交通部主导的800基轻轨交通平台已经完成幕僚作业，8、2、13、800基3方面会正式坐来谈。北基甚至到宜兰跟桃园的轨道路网都可以打通，所以这个也应北基3位市长他的建议，我们成立了一个北基轨道路网政策沟通平台。那明天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交通部进行定调，基隆轻轨应该是属于800基首都圈捷运系统的一部分。轻轨升级做捷运，敢若是定案，经费是不是向上修正？交通部讲，就要看最后通盘的规划。另外，伫咧国际观光的部分，交通部也证实，甲保留伫咧参详的旅游泡泡细节已经伫咧进行中。这嘛是伫咧等指挥中心最后的决定。帛琉因为它比较单纯，而且既有也有一些航班那也是国人熟悉的旅游目的地所以这个是作为我们超前部署的一个示范但是一切的这个推动都还要是以指挥中心它综合判断来做决定。过去台湾是帛琉第2大入境旅客国家，即便双方若顺利签旅游泡泡。观光局会成立守法团，带相关人员到当地，伫确认医疗加旅游环境的安全了，才会正式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来讲，昨泰国的首都曼谷东边50公里远的公路顶头，发生一台载60个旅客游览车去互火车撞落去的严重车祸，尚无造成20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的不幸。这台游览车的车顶起风掀起来一地真大地，规个车变形，必须要出动吊车。事故现场四界拢会当看到金属甲玻璃碎片。根据监视器，这台游览車是沿一條小路開向鐵軌路，所落嚟就去互火車弄掉。มาจากทางนู้นวิ่งข้ามแล้วรถไฟมาจากด้านนู้นพอดีเนี่ยนาอย่างเงี้ยแล้วมันบีบแกแค่นิดเดียวเนี่ยแบบช่วงระยะแล้วมันก็ชนปึ้งไปเลยมันหมุนรถมันหมุนกลับ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รถไปทางนี้แต่มันหมุนหน้าไปทางนี้事故的地點是發生喺曼谷以東超50公里的一條公路頂懸。這台遊覽車載超60個乘客要去北流府的一間廟，準備要參加守夏節的結束儀式。看到的人表示，聽到弄掉的聲音真大聲，所落來就看到真恐怖的車禍現象，部分乘客遺體還有行李落個櫃下，還有受傷的人伫哀。ไปนั่งข้างบน1 คนที่ผมช่วยก็กลับไปบ้านไปโทรให้เพื่อนโรงงานมาดู。另外一个看到的人表示，迄当阵当地落雨，无伫卡游览车的司机无看到火车驶过来。当地官员表示，这个边高道有警示声，毋过无司机站，未来增加司机站，还有顽强的路障，而且甲附近甲视线炸掉的树仔草掉。泰国官员表示，总理帕拉育已经指示调查。泰国最近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有一寡省受到大水的侵袭，车祸发生的地区嘛受到影响，车路的状况无好。伫咧泰国，交通意外死亡是足极快。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8年泰国的交通死亡率是全世界第2，超速甲啉酒赛车，还有执法不力，拢是主要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亚洲西部伊斯贝肯和隔壁国阿美尼亚发生军事冲突交战，就是伊斯贝肯国内迄撮阿美尼亚的人所统治的地土，战了上界严重。虽然顶礼拜经过俄罗斯这国做中人协调，双方面有暂时同意停止交战，不过当然是继续吵嘴，指责对方攻击全无效，违背协议。这是亚塞拜然第2大城战甲路边监视器所翕到的画面。一人看到伫咧丁雅卡的民众，和突然间嘅爆炸惊到。代志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1透早。天光了，一人看到真侪民众伫咧清理路的碎石头，有的是伫咧整理爆炸造成严重损害商店的设备。Bu prospektul Mehmet Ağlap. Bize cali bahçe çömbü vezette.
terörizmin verdiği netice budur. Vatan sağ olsun. 亚塞拜然指控亚美尼亚支持的纳戈罗卡拉巴克分离势力违反停火造成伤亡。不过亚美尼亚也反指控亚塞拜然伫咧停火才5分钟了，就对纳戈罗卡拉巴克的首府斯利班纳克特发动攻击，造成双方军民的死伤人数一直增加。 Սահերթական Ադրբեջանի իշխանությունների վերաբերմունքն է սեփական ժողովրդի նկատմամբ։ Իր հայրենակիցների, իր ազգի, իր ժողովրդի 纳戈罗卡拉巴克地区上新一波的军事冲突是自顶个月底开始，国际组织所统计双方的死伤人数合起来超过300人。不过，交战的双方所讲的死亡人数是有2000到4000多人。在俄罗斯协调下，双方顶礼拜伫咧莫斯科达成临时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方面也准备要提出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不过，支持亚塞拜然的土耳其坚持亚美尼亚必须自纳戈罗卡拉巴克完全撤军，并且由亚塞拜然完全控制当地。要若是亚美尼亚是主张。 爱互这个由亚美尼亚的管理的所在，成为国际承认的独立国家。双方的坚持拢去卡着对方的底线，也互停火的希望更加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白罗斯这个的总统选举发生连续当选第6任，目前执政的总统选举的过程有造手的风波，民间抗议到今已经2月日，警方也渐渐加强手段，用泉水、用警棍要甲街路顶的群众赶散，甚至发生有民众去互警察拍甲流血流地的情形。 示威者伫警方一直用闪光弹的驱离之下，敢会当赶紧离开。这个女性甲警方 QQ 联络了后，转互警察掠走。伊的亲人想要活过，毋过煞去互警方抓落来。从总统大选爆发争议以来，白罗斯每一礼拜拢有抗争示威的行动。11的时阵，几千个民众各一届去街仔路，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而且重新举行总统选举。不少警察出动，向示威者喷甘色的水，淋分尸做记号，会当来辨识甲掠人。 根据独立媒体翕到的画面，警方面对近距离的示威者，是用警棍大力甲因喊落。咱若抗议的画面，嘛有翕到类似的行为，也有规定的民众，甲警方起卡动手，不少示威者受伤。部分的媒体报道，有人头壳受伤，流血流地。 前一天，也就是初10，总统卢卡申科去加入，甲反对派领袖见面。反对派的成员认为卢卡申科当准备要让步，官方伫11下令减少网络的服务，而且派军队去街路镇压。人权团体维斯纳表示，11有超过330个人去互掠，而且公开去互掠的人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过去2个月以来的示威抗争，有超过13000人去互警方逮捕，了后有部分的人去互放出来。 卢卡申科8月初9，伫总统大选当中宣布伊选调，去用质疑讲靠做票摕到政权。白罗斯示威调就安尼展开。目前欧盟甲美国已经拒绝承认卢卡申科第6任期的合法性。记者综合报道。等下关心国内的消息，连续假期已经过，上班日开始天气变化啥款？咱来讲，昨才结起来的风台连花，但是已经降低做热带性低气压，对咱台湾影响也有限。不过中央气象局也预测讲，另外有一撮低气压，今日就会加强变作今年度第16号的风台，嘛会造成外围气流透东风，天气会愈无通稳定。 在南海11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预测上近今仔日会增强变做第16号风台南卡，而且伊的外围环流所带来偏东风，会让天气变较无稳定。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昨天要增多，其中又以基隆北海岸、宜兰以及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 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大台北平地、桃园、花莲，还有台东及恒春半岛，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新竹以南则是天气比较稳定一些。 原本伫南海昨形成的连花风台已经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佮加上离台湾较远，对台湾天气影响无大。不过除了可能会形成的南卡风台以外，气象局表示，未来一礼拜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的大气压带也是有可能有其他的热带扰动发展。不过到底敢会有其他风台形成，也是需要继续观察。本周在南海一直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仍然可能有大低压带，这个大低压带可能会也有其他扰动发展生成。
虽然有风台甲热带低压小连续形成，毋过因为离台湾较远，天气影响无大，嘛对水情较暗的水库帮助是真有限，民众也是爱较欠咧用水。另外，气象局提醒，最近这几天东北风较强，沿海较空旷地区较有8级到9级的强阵风，提醒民众风险较大，去海边活动，也是伫咧海上作业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立法院针对明年要开放的美国猪肉举办公听会，有学者提出近来这几年的研究，指出讲经过动物的实验，正肉精看起来损害着油脂，可能会引起神经系统的病症。在野党立委嘛一一发言，讲民进党过去都反对，即马煞要开放，蔡总统应讲着爱公开甲国民回释的。从明年1月7日开始，有来可多班的美国猪肉地当合法进口来台湾，引起民众是安的议论。立法院卫权委员会12早起召开公听会，台湾立委轮流批评讲这是错误的政策，而且2012年民进党是带头反对美猪，毋过即马所要开放，蔡政府应该公开向台湾人回释的。当时2012年 Codex 的标准也出来了，他还是开了记者会说黑心内阁无能总统。那今天要不要为科学的论证这件事情要来道歉？都没有针对明年1月1号开放瘦精猪肉进口，对于人力、查验设备、实验室相关经费怎么编列？另外，有学者专家提出2015年过来上新的研究报告质疑，就算讲是低剂量的莱克多巴胺，伫咧动物实验当中证实会造成油脂细胞受到损害、寿命变短，甚至是国外研究嘛发现讲会引起自闭症等等的神经系统后遗症。21天投予10 ppb 的莱克多巴胺给果蝇来吃，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个，果蝇肾脏的结晶形成增加了；第二个，它的攀爬能力减弱了；第三个，它的寿命缩短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现在用科学的证据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那大家应该就科学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若是向邀请来参加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相关议题会当伫立法院举办公听会，针对安全性来进行实质的讨论，这是一件好代志，会做相关的准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台北市阳明山保护区内底有一搭要变更做主题区的开发案，争议不断。过去伫马英九市长的任内，就去予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市府败诉，结果高文铁市长煞搁引准这片范围排废水的讲会当接通。早起市府嘛搁举行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环保团体也抗议讲，硬度要开发得利益，这就是瓜市长政治贪污。台北市阳明山保护区变主题区626的开发案，这个争议经过20多年，台北市政府12搁举行环评委员会，审查勘察分析报告，决定敢是要启动环评。那环保团体是伫市府门口抗议，质疑市长郭文哲硬要重新启动这个开发案是政治贪污。柯文哲，我一直说他是政治贪污，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来开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上千亿的。洪谦指出，这个案件伫咧民国85年的时阵，有条件通过环评，挖甲囤的土肉有25万立方公尺。不过伫咧前市长马英九的时代，2届变更计划了后，买手挖甲囤的量超过环评土肉量2倍外。2014年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判台北市府败诉。若郭文哲上任了后，核准这个所在接通污水管线，免设污水处理厂，等于是让这个案件有机会搁重新启动。若伫咧12个会议的时阵，几个环评委员也是针对开发单位提交的勘察分析报告提出疑虑。这么大的一块区域是住宅区，那么到底未来要怎么样？我们环保局如果管不到，那今天提出来的一个监测资料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是一个不及格的一个监测资料不实的指控啦，因为我想北市府在这些不管是撤扫开发案，甚至是任何环评的会议上，其实都不只是府内的委员，也有府外的委员一起来参与。环评委员认为讲，这个案件涉及超污土肉、水保计划等等的争议，需要搁详细来评估。若针对环保团体的质疑，台北市府强调讲，环评案拢会邀请外部的委员做上严格的审查，若市府一切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近来有几两站幼儿园也是甲人盗骗婴仔的托婴中心，发生虐待囡仔的案件。
总是这款代志，做家长的要提出证据，普遍是有较为难。早起，监管基金会也直直法院开记者会，要求政府都要推动幼儿园全面式监视器，还有建立通报甲处理标准的手续等等4项改善的主张。容缓，保护儿童，克服容缓。大声呼吁爱保护儿童，针对全台湾虐待囡仔的代志一直来发生，家长找无人斗3工要成案是无简单。监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12日立法院召开机构虐待恶举证主办柯南上要生记者会，家长代表嘛出面呼吁政府爱推动修法，维护囡仔托育的安全问题。目前没有法条规定幼儿园必须装监视器并提供家长审查，因此所有幼儿园发生的人虐行为，好像只要老师不承认就可以不成立了，因为没有证据。我的小孩是送去一个合格立案，而且是评鉴也有1等的托婴中心，但那个机构竟然有8个保姆都有虐童的事宜。监管基金会表示，教育部有公布相关校园机构袂当做的违法处罚行为，不过主要拢是针对高中生，针对幼儿园托婴中心这寡袂晓讲话囡仔是要安怎好，家长应过拢是公布给媒体。目前教保服务准则并无处罚的规定。通报流程事实上是明确，告诉家长我要打电话给教育局，打电话给社会局，还是真的要打电话到1999。基金会提出4点诉求：幼儿园全面到监视器，建立通报甲处理 SOP， 严格处罚幼托机构虐待囡仔事件，还有公告稽查甲违规的资讯，希望会当保障托育安全。立委表示，甲提案修正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规定教保人员袂当体罚、不当管教甲性骚扰，若是违反相关规定，就会当处罚，来确保囡仔的托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进前中央研究院的郑丰碩有用妨害自由的罪名，移送院内一个姓李的偏心人员，含因翁婿2个，就是因刻意去亲近一个已经退休姓陈的研究员，认对方做客币，才夺人的财产。陈先生的价金已经互人领超过20万过手，不过经过检察官调查了后，目前是以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这位已经89岁中研院的退休的姓陈的研究员，专门伫咧研究北亚史、中亚史，伫国际学术界地位不假悬。因过去退休了，得到重度的失智症，亲人无伫咧身躯边。去年伊突然间甲中研院的副院长黄振兴讲，伊家己认一个亏查某囝。黄振兴感觉代志无啥对，请这位姓陈的研究员的小妹去甲伊关心。陈研究员他有打电话给我们黄副院长说，他认养了一个女儿，他想要带来见我们黄副院长。那黄副院长那时候就有警觉，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位姓陈的研究员的小妹发现，伊的大兄互人带离归厝，除了报警，也请当地里长斗3工找人。伫咧找到姓陈的研究员时阵，突然间有一对翁仔某。对这位姓陈的研究员画老爸，一查才知影讲，原来这2个人是伫咧中研院的姓李的变性，也个伊翁婿姓蔡的体操教练，敢若是认这位姓陈的研究员做客币办收养的手续，因过所该带离开原本的厝，并且甲姓陈的研究员名下的存款26万拢领走。陈先生曾经跟那个蔡教练一起来你办公室办一些电费补助的事情，所以让我联结到说，这个时间点，陈先生会不会被那个蔡教练给带走？当地里长讲，这个姓蔡的教练捌认这位中研院退休的姓吴的教授做客币，也个继承这位教授的房地产。不过这边的考核也可以怀疑姓陈的研究员可能就住伫咧姓吴的教授的厝内面。结果，这位姓陈研究员的小妹就伫咧这位已经过身的姓吴的教授的厝附近，找到失踪的大兄。另外，因为姓陈的研究员的讲法颠颠倒倒，就算这2个翁仔某互人依照涉嫌犯妨害自由等罪名移送法办，最后依然予士林地检署做无起诉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当伫咧双十节假期开幕，台中市内总站夜市，一暝都有上万人去行打造成四边交通、空气甲噪音的问题。台中市经济发展局也表示讲，这片总站夜市当咧申请营运的许可，说提早开幕，目前已经罚金6万块，下令爱先停业了。
夜市内底四界拢是人，三四百搭，啥物拢总有。像伫咧国庆连假开幕，一天就吸引10万人来。毋过，这个引起话题的新夜市，说是无照营业。11台中市经发局长亲身带队来启张，提出公权力，以台中市摊贩集中区设置管理驻地条例，开6万块的罚单，而且断水断电。这个单单是租金，可能都收取上百万，确实会有那个就是业者会。因为利益所趋他就做违法的事实，我们都会告知农田水利会，你出租给别人的土地使用必须合法来经营。我们有2个公部门一起来约束那个夜市的经营者。经发局长指出，这个夜市伫咧今年4月份就已经进行申请，毋过目前还搁伫咧审核的阶段。国庆连假3天营运造成真严重的交通冲击，会重新检视业者送审的计划。经营夜市的业者表示，由成本压力才提早开始，过来等合法才开业。我认为说这个时间上应该来得及10月9号，10月9号可以开幕，但不知道说一直 delay， 我没有办法，我也是被迫性。下一步凭良心讲，我也很累了，我想休息。毋过已经立单位的店家目前上烦恼钱讨袂回来。如果说这边没有合格的话，怕客人不会来啊。那也希望就是夜市这边可以赶快让那个合格执照下来，这样子啊。我们也不晓得会不会再做啊。有通知你们说接下来要怎么办？都没有。真侪民众听到这个总站夜市是无照营业了后，拢错一条，烦恼讲有安全的疑虑。台中市经发局表示，公权力袂当防质疑，这礼拜业者若是搁违规营业，会搁来处罚，合法了才会当营运，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公园来讲高雄，顶日高雄市一个4岁幼囡仔含厝人的人，伫顶仔骹行骂的时，因为甲别个囡仔佚佗甲下来杀去，所以去互对方的老母出手甲伊电颔棍。4岁囡仔是惊甲当暝都歹困。高雄市府卫生局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也指出讲，迄个出手共电家长因为精神方面较无遐稳定，目前已经就是辅导的对象。4岁查甫囡仔甲厝内的人伫咧顶仔骹行骂，原本看起来真欢喜，毋过边仔另外一个6岁查甫囡仔煞雄甲伊扭扭勒勒，结果6岁查甫囡仔的妈妈若像精神状况无好，出手来掠4岁查甫囡仔阿妈棍，互伊受伤。周边邻居说有啦，他的这个情况还蛮长的，就晚上都睡不好，就是会他很久没夜哭了，他就半夜爬起来就在那边哭。这件纠纷就发生伫咧初2暗时8点半，高雄左营文康路的这个顶仔骹。当讲这个伤人的太太因翁有带伊做回来回七礼，毋过受害的4岁查甫囡仔的妈妈表示，即摆囡仔暗时困嘛困袂好，甚至有当时还会合面起来哭，所以也是坚持讲要提告。王孔的父母亲有来派出所做那个提告的手续，本水依相关规定依伤害罪移送那个桥头地检侦办。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先回避，因为冲突的场面或者是个案，或者受到他的症状在干扰，他有一些情绪在，可以打给我们卫生局，我们卫生局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高市府卫生局的新卫中心表示，民众若是拄到这款的状况，会当随通报卫生局。若是迄当阵就发生伤害的事件，是会当先报警，了后会阁派请病院的医师来现场鉴定，评估敢是有强制就医的必要。若是这个伤害人的女性，因为精神状况无稳定，原本就已经是辅导的个案，会请社工斗3天安排居家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东部台东县政府进前核准一间饲鸡场，伫台东市丰原里遮设鸡粪堆肥厂的申请。毋过四片的里民也已经再三抗议。早起台东县议会临时会开议头一天，到50-60个7大的里民专工汇集，去到县府议会门前继续陈情。有50-60个台东市丰原里的里民甲代表，12早起摕抗议的布条去台东县议会抗议一间饲鸡场，要伫咧当地设置鸡屎堆肥处理厂。因为这个所在4块里已经有粪扫掩埋场、粪扫分化厂、甲流浪动物收容中心等等高有掩源的场所，希望议会会当监督县府，甲起鸡屎堆肥处理厂的许可撤销。誓死捍卫家园，包括市民党，伊拢把阮丰原防疫当作是一个荒烟问人潮拢无人的所在，所以讲有啥物物件都可能遐。台东县议会12拄好是召开临时会头一天，为着这个陈情案特别变更议程，要求县府农业处说明。农业处长讲，这间鸡屎堆肥处理厂是按农委会用阮使用的规定来提出申请，县府敢若会当依法来办理。要符合农委会容许使用的所有的标准之后，所以县政府才会核发它这一个容许使用。
那所谓的营运许可是在农委会那边核发的。这款的说明，管机员甲抗议的里面拢无法度接受，而且加西堆肥处理厂已经要完工啊。因批评讲，政府并无替人民咧设想，要叫农民嘛来申请去饲鸡场、甲堆肥厂。业者可以1甲2分地可以盖6、7分地，那就比造园者。台东县议会部分的议员嘛，按算伫即届临时会议庭当中，提出台东县堆肥处理专区的议案，请县府来规划，避免未来要设类似高污染源的场所，会引起人民的反感。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医疗甲环保来讲，人生的生老病死，一般人普遍是经过几50冬。不过，若对着早衰症这款病症的患者，是侵出时无几年，身体机能就会开始老化。但阳明大学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发觉讲，早衰症病人体内细胞的初级纤毛外观就是有各样，这也真有可能就是造成这款病症的起因。明明还未满10岁，看起来煞老某某，因为这个囡仔得着早衰症。早衰症是一种真罕见的遗传疾病，平均每800万的新生儿会有一个个案，伫咧红婴时阵就会出现发育不良、吐血、皮肤萎缩等等的症状，平均岁数是13岁。学界一直到2003年才发现讲，这甲 LMNA 基因突变有关系，不过致病机转也阁唔知影。而且这种基因突变所造成的血铅两倍病症，至少甲10种人类的疾病有关系。它会造成核形状的变化，进而改变基因的调控。跟早衰症相关的基因缺损所造成的这个核的异常，原来跟纤毛的异常有关。出了问题的话，它就对外界完全没有感觉。当然，细胞的很多生理的调控就会出现问题。研究团队指出，大多数正常的细胞干那一支初级纤毛，伊的功能就那就是细胞的天线，会当侦测细胞外口的环境变化来进行调整。不过比较一般人甲早衰症患者的皮肤纤维无细胞，会当发现早衰症患者的细胞初级纤毛比一般的人较低，也是讲形无完整。在尿测的实验当中，嘛会当看到其他器官的细胞初级纤毛拢无正常，推测这有可能是致使早衰症的重要致病机转。这个机转的研究也有一些发现，它可能跟细胞内这个骨架过度的组装有关。那如果我们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去做一些阻断的话，然后来恢复纤毛的功能。那这个纤毛功能恢复之后呢，在细胞的功能上就会得到正常。相关研究嘛，看伫咧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的11方面，未来嘛希望会当真早了解早衰症甲其他血铅两病病症的致病机转，阁有相关疾病治疗研究的新突破。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的消息先来讲，桃园市政府接到国际上规模上介大的永续城市这个环保组织的邀请，担任头一届国际生态物流社群的主席，主办推展理念的活动。目的就是要经过产业界和官方互相合作，推动减少排放碳、智慧型、永续环保的交通运输、送货物流的政策。3、2、1，请启动！开始时阵路桃园鸡摊车队联名生态物流，12日伫咧鼓山柴油车动力计排烟检测站举办大会，算是优先使用环保货车，改善物流运输所造成的排碳甲污染问题。嘛推动货车登去工厂保养的时阵，嘛来检测排烟状况。预计单年会当减少34.6吨的 PM10，阁有30.6吨的 PM2.5，阁有437吨的氮氧化物。桃园是全台湾最大的物流聚落，其中柴油车在桃园非常多。那因为我们的物流中心将近有2000家，那所以我们率先推动低碳车队。甲票奖大吉日，得到集团环保车队的认证。中华邮政有3000多台汽车、9000多台奥多麦，总共12000架车队，是国内上大的物流业者。3年以来，已经引进3000多台的电动汽机车，嘛强烈甲旧的柴油车换掉，用实际行动来参加，展现保护环境的决心。656辆的柴油车，那2、3期的，我们还有62部。那我想，我们这一个部分近期会把它汰换掉。市长郑文灿表示，桃园市是全国的物流中心，全国要80%，超过1800间的物流业者拢选择桃园，受到全球上大的永续城市组织艾克利的邀请，担任头一届国际生态物流社群的主席城市，会透过三权协力，共同推动集团智慧永续的物流政策。记者综合报道。
佮来讲，闽南年到这斗传统的风俗，金纸银纸就是爱烧，总是烧过头，就会造成空气的污染。屏东县政府环保局也有甲环保署争取补助，已经伫咧勘定遮建设全国头一座兼顾环保和民俗的用途的金炉金平安，才去正式开始运转了。环境保护局金平安纸钱环保金炉正式启用。全国第一座兼顾环保和民俗意义的金平安环保金炉，在屏东坎顶焚化炉众人的竞争之下，热烈启用。政府金银纸一重烧政策，民众因为顾虑到一般家庭粪扫和金银纸交上焚化炉处理，会对生命无敬重，大多数拢唔愿配合。如今有专用的环保金炉启用，在地公庙拢表示真肯定，卖尽全力宣传甲配合，非常全力的配合。只要他的正式的文给我，我们就正式的封炉。从今天以后，从封炉开始，我们的金炉就变成我们玉皇宫天公庙里面的一个景点。就不再烧了。环保金炉的起造是有影真环保，内装上先进的污染防治设备，会当阻挡99%的污染排放，使用效期嘛会当更加久长。透过这个环保金炉，它有效的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之后呢，那我们烧了金纸，表达了我们对神明的敬意，但是我们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空气。那这一座金炉呢，有别于一般过去我们在焚化厂燃烧纸钱，那民众会对这方面垃圾的炉体跟我们纸钱的炉体一并燃烧，那民众都会有这方面的疑虑。坎顶焚化炉的环保金炉，6点钟会当消化550公斤的金银纸，单日通烧1000吨以上。未来望透过环保局宣导金银纸一重烧的政策，减少民间纸钱的消化量，改善空气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花莲县政府伫咧县内北、中、南各区拢总成立5大社会福利中心，尽量要加强妇女甲幼囡仔福利，搁有帮助弱势的家庭。花莲市的中心就是设伫咧社会福利馆遮早起开幕，内底有行动亲子车，也有垂头路就业的根据点，搁有临时托育3项主要的服务。伫县长徐正伟的带领之下，花莲市社会福利中心正式伫市区的社福馆1楼揭牌。行入去，随着有专人来服务，还有临时托育中心、甲亲子游戏区，对临时需要找人照顾囡仔的家长来讲是真利便。我知道他们有一个什么叫临时托育的服务，所以其实至少孩子有一个安全又可以有人照顾的一个环境。花莲因为土地较长了，所以县府小连续成立新秀、玉里、凤林、吉安、甲花莲拢总5个社会福利中心。除了提供相关的资讯以外，嘛规划亲子行动车、就业服务站，还有临时托育3项服务。社福馆的馆舍正好，其实同时有很多家庭性的服务，包含我们旁边有食物银行，同时这里有公托家园，然后楼上有新住民中心。因为社福甲妇幼是市政为施政的重点，所以进前县府嘛要计划13个乡镇，拢要有一间社会福利中心。不过因为预算有限，目前敢若会当以北中南，还有市区来设服务的点。一家的话有13家呢，要6、7千万。可能要7、8千万那对我的预算规模来讲是很重的一个比例。县府强调讲，头1年的预算会由中央精针计划来补助，第2年了后按比例，县府会家己装3间的预算，也就是600万才会当一次开销。希望透过整合社政、卫政、警政甲民政，甲社会安全网建立好较周全。记者综合报道。环头再转来看屏东嘉东国校的乐团，特别邀请进前引起台北表演的是所熟悉的教学医师，去到学校交流。虽然教医生无像人会开药不过伊会用陪伴治疗人心，刺激出学生囡仔对人生的生命新的见解。教医生鲁米特别打扮各地99千万个军队台北来到屏东嘉东的育光国校甲学生活动，鲁米国换造型变做西仔，囡仔人是看甲手想要甲忘记来感受教医生的魅力。我们5年级的时候在课文有看到说不一样的狗医生，然后今天就真实体验到狗医生来这边陪伴着我们。狗医生虽然不像人类一样可以帮一些受伤的人打针，还有开药，可是它可以疗愈人的心灵。
高医生鲁米的主人讲，虽然高医生无法度开药啊，不过陪伴是上好的良药。鲁米进前捌陪过脑性麻痹的患者，就是讲无流风打着，也是继续忍耐。校方表示邀请鲁米来学校，会当互囡仔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也透过这个让孩子知道，生命原来充满这么多的感动，生命是可以不用花半毛钱，只要用你一颗真诚的心去陪伴，我们是可以关心好多我们认识跟不认识的人，那这就是一段很美的服务的旅程。校方希望透过高医生来互动，让囡仔人对生命有新的感受、体验，也希望高医生会当激发囡仔人创新的见解、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原住民台演制作万代制作庄头的后人，为着要更加了解家己传统的历史，特别举办找找根源的活动，囡仔和大人同齐行登去旧部落探祖先的源头。台演普伦阿湾艺术是泰雅族的万代群，因的长老带族人唱歌谣跳舞，举办传统仪式，向因的阿姆杜，也就是祖灵提起要找找根源的目的，祈求顺利平安。族人走入山林，透过旧相片和解说来学习部落的历史，也感受这片土地。在国小有办一个前景汇轮，1938年泰雅万大群的一个第一批的照片，然后我们看到那些照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跟学校的校长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这个活动的延续，就是到我们的旧部落寻根。你若行向雾社南边的碧湖，伫瓦金二万代风景区的山路顶，就会看到仁爱乡、亲爱村。泰雅族万代群的族人伫日本时代，因为起水库，为着因的安全，族人刷到即卖的亲爱部落来住。当族人来找找根源，大人囡仔拢转来到英国部落徛起的所在。真的有感受到，就是旧部落。对旧部落的历史有没有一点了解？有。曾祖父、曾祖母的那个居住过的地方，我爸爸也住过这里。到国小3年级，他才离开这个地方。我刚刚在下面唱那个《万大竹林歌》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了。原住民踮台湾徛几百冬，无共政权来遮殖民，互因失去了家己的文化。但有愈来愈侪原住民为着找找先人的脚跡，办活动甚至创网站、教族语推广文化。透过这款方式，因思考身份认同的议题，也认捌家己的族群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的关心文化来讲，南投民间乡的清福宫正所在土地公真罕见，是乌面的，尤其新明的金身，阁是纸糊的。这身乌面的土地公已经上百年的历史，当然真做是来遮旅游，一定要行脚到的地点。游客若听故事，若斟足快，这间庙内底土地公的面哪会乌索索？乌面土地公实在真罕见，而且伊的金身阁是纸糊的，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悠原保存了真好。人土地公是拢用个茶刻的，伊即用纸做的。啊，佮有伊这土地公，伊大概拢是普通的，伊就是乌面的，较特殊啦。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全台唯2黑面，然后是纸糊的软身的土地公。139线的步道可以经过，所以很多的不管是健走的啊，或者是骑脚踏车的，或者是重机的游客，都会过来参拜。这是民间乡有名清福宫，足侪人拢是为着看乌面土地公来的。其实这原本是清朝迄时阵用3粒大石头起的小庙，当时甲土地公设计乌面，看起来较歹，主要是要保庇这的做生意的人。地方是在清朝的时候，它是一个经济主轴的地带，只要到埔里、水里，当时的盐巴、水果要挑，都经过这个主道过来。乌面土地公庙即马已经改建变做一间大庙，唔那是地方的信仰中心。社区举办深度旅游，嘛会带游客来参拜、听故事，理解这的文化甲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嘉义县布地照古早咧，伫咧卖曝盐进前举办社盐文化的祭典，内容有了解曝盐的历史，嘛有探讨盐埕甲太阳能发电这款现代环保的议题。
侪景的队伍为盐田出发，祈求未来风调雨顺。主办单位除了邀请店家来推广在地食材，嘛准备真趣味的南蛮地体验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参加。就是有看到打广告，脸书打广告，然后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卸盐季，顺便体验一下划独木舟，还蛮好玩的。社天、社地、社盐节，那透过这活动要来表达的是咱人对大自然、对环境的一种态度。透过感谢新年的献祭，社盐节延续要300年的历史，针对布袋地站落落，甲供电设置咧盐田的议题，主办单位嘛特别有摆搭，希望会当甲民众来讨论环保的问题。是爱选择正确的位置，唔是去选择已经有丰富的生态，也是在地人已经是赖以为生的安家立命的一个盐田地地来建制安尼。我现在住在这个布袋这边，所以就觉得好像对自己的家乡多了解了一些，然后有更深层的体会。政府若要做就做，伊咱就讲。盐田地啦，还是迄个农地，即马拢无咧做啊，伊就去做迄就好，伊那就来做放食，做苦辣甲迄两伙。布袋吹文化协会表示，社盐节对因来讲，唔那是一种宗教祈求的仪式，嘛是要进行盐业文化、发展环境教育上好的机会。县政府嘛指出，透过这种文化节活动，会当推萨观光，嘛互在地文化通好继续保留。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世界的新时代来讲，英国伦敦一间现代美术馆10月初7重新开放。新展览的是美国的实验艺术家 Bruce Norman 的作品。来看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当中，也特别咧探讨现代人身心压力这的种种的议题。夜风顶的灯光闪闪烁烁，顶悬写人类天性、物质、知影唔知影等等的字。而且，佮会当听到现场有人伫咧画，行较近来看，发现一个查甫人做伙出现伫咧规个的镜头，而且一直洗，嘴面佮一直念。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自从疫情封锁以来，头一届对外开放，展览开亮艺术家布鲁斯诺曼的作品。为着要准备防疫措施，用7个摆只做好。And of course, the visitors, when they arrive, will be given every possible safeguard. But it's the most exciting moment to have a new show by a great artist in one of the great museums of the world. 布鲁斯诺曼的创作时间要50天，部分的主题对时间推扫一直出现，像讲人体、字母、语言，还有身心压力等等。表现的形式包括夜风灯、影像装置，还有雕塑等等。Very, very vigorously with a lot of soap and certainly for more than 20 seconds. This is a piece that was not made this year. It was made in 1996. Whatever resonance that piece had in 1996, it certainly has a very different resonance in 2020. 谢典林表示，布鲁斯诺曼是真济媒介创作的先锋，不过这类型的创作伫咧今摆艺术圈已经真普遍。When you first go in, it's slightly strange because you think art's meant to be beautiful or it's meant to be inspiring, but her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mundane, the inane, sometimes the slightly awkward. We like to celebrate the moments that are grea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filled by moments when nothing actually happens. 虽讲伊无像安迪沃荷也是草间弥生遐尔有名，不过布鲁斯诺曼对艺术界影响无人会当否认。这场艺术展会为10月初7一直到明年2月1日。记者综合报道。换过来看日本的艺术界，外口登台表演才有法度保持收入的传统艺术灵剧，因为传染症这当阵的生存，确实已经真为难了。灵剧演员中森宪之助面对无半人的观众席，正专心的练表演动作，伊演出稳当正顺，不过伊的心内正担心。因为唔知影灵剧敢会因为这边疫情消失。難しい状態にはなっております。また客席数を半分に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関係上、結局そのチケットの売り上げでそれを避けるために能楽の公演自体をもう今年はやらないと決めている方が非常に多いです。受疫情影響，真侪日本的劇場關起來，不過甲其他有後援的文化藝術比起來，靈劇要佇咧疫情中求生存是更加困難。今年62歲大藏元次郎，伫咧日本互人叫做靈劇的國寶，不過名聲無法度互伊的生活有保障，已經4個月加無演出。伊講過去有一寡演員是靠教學增加收入，不過即馬學生也變少。公演自体も今こういうスタンダードのものも大事ですけども、
例えばこれをもっと一般にアピールするために例えばプロジェクションマッピングとかそういった新しいものと融合させて新しい観客層を引き入れるとかそうすれば野外の広い会場でやることも可能になるから観客層を増やすこともでき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がだんだんに増えてこないと能というものはやっぱり尻すぼみになるだろうなと。目前全世界艺术音乐表演者或者是团体为了要应用疫情绝望线上直播。不过灵剧以正有力的演出特色，正歹用镜头呈现。演员戴面具表演，面具下的心灵，看影片感受袂啥着。ですので、実際に足を運んでいただきまして、囃子方の気合ですとか、10体の力のこもった歌いです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聞いていただくと、飽きずに見ることもできるかなとは思うんですが、動画だとどうしてもそこが形を崩してしまえば能は能ではなくなってしまう。灵剧是日本传统的戏剧艺术表演，起源会当追溯到8世纪，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无形文化遗产。虽然业者担心疫情唔在当时的结束，不过为了要维持这份传统文化。有一个人发动募款自救的活动，希望灵剧的魅力会当过疫情这关。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0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2度，今仔平湖22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